大家好，我是小柳。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龙总都星月排档，它是24小时营业。今天是12月27号，第一天营业。然后他们请来了古天乐，在没有吃这家餐饮之前，我就已经先拍到了古天乐高清的发给大家看看。至于这家饭店有什么美食呢？后期小柳給大家發布哦。誰在心改劇情？別高興，別以為叫始終，萬歲千歲都會依你而來做。下一世別理誰叫高速，別要躲。天命再高，誰救誰？請抽刀指天天地下令，天命誰能扭轉運勢？誰無誰領導亦一樣人定，誰在修改劇情？別高興，別以為叫始終，萬歲千歲都會依你而來做。下一世別理誰叫高速，別要躲。天命再高，誰救誰？請抽刀指天天地下令，天命誰能扭轉運勢？誰無誰領導亦一樣人定，誰在修改劇情？別高興，別以為叫始終，萬歲千歲都會依你而來做。下一世別理誰叫高速。